是誰在懷念除夕倒數，撒下煙花與水紙？是誰在期待圓月中秋？放肆，這沒意思。難道需等到假日早前面試，需要誰同意？其實周一到五都可以透支。流連小小餐店裡望大時代過去，浮沉小小沙發裡讓大人物唏噓，沒有刻意選過。